你无带，伊就要摸客栈，门客栈，会缅话，汉语面的到这门客栈会缅话，缅话是客栈，缅话是客栈，没熬做没波面水冻，面熬做没波做没波面水冻。用味道你波熬弄饼饼波没波，用味道熬弄饼饼熬弄饼饼饼饼饼波没波。面熬做没波面水冻盐味道熬浓饼波没波面熬做没波面是水冻盐味道熬浓饼饼要用棒子鞭子，它跟那个鞭子呢有硬有软，或者是硬的形是软的，像棒子像鞭子。饼波没波就是打你们。面熬做没波面水冻盐味道熬浓饼波没波。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